打鋪頭，醫生指證重度抑鬱。飛車特技，獨闖風雲。因為我去咗睇佢個戲嘅首映 ，send 咗 message 俾佢咯。咁 Dada 點講啊？佢有啊，佢咪做成點啊咁樣。唔係啊吧，Dada 居然覆馬天佑，佢8號就突然話有壓力，宣布息影。雖然10號短暫復工，幫彭浩翔同曼珠沙華補氣。有讀者話喺澳洲見過佢，但係經理人通牒就懶理喎。潛水13日，佢喺微博蒲咗頭啦。讓你難過嘅事情，有一日你一定會笑住講出嚟。咁好風景，應該好 relax 啦。佢親友尋日仲提供咗2張 Dada 嘅醫生紙俾我哋，正所謂有圖有真相嘛。4月3號被醫生診斷為抑鬱症中度，唔怪得金像獎嗰日佢透露話壓力大啦。第二次就係8月12號，醫生仲要佢唞足21日添。聽講 Dada 仲未承受到連番嘅負面報道噶，屋企人仲未准佢睇新聞，同埋要依時食藥。唉，佢全面停工，有份孭飛嗰套重口味嘅宣傳計劃，真係俾佢打到亂晒呀！施念慈尋日就話，日內就會發律師信，二人對簿公堂，勢在必行噶啦。